時光機。七步詩，曹植。煮豆持作羹，陸氏以為汁。萁在釜下燃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你哋兩個平時嘅感情好到似兩兄弟咁，做咩會打交㗎？報告老師，事情嘅經過係咁樣嘅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媽媽老師，你響度念咩啊？係曹植嘅七步詩。媽媽老師，乜嘢係七步詩啊？七步詩係曹植嘅兄長要求佢用行七步嘅時間作出嚟嘅詩。咁點解曹植嘅兄長要求曹植七步內作詩啊？想知點解，就先要認識曹植同佢哥哥曹丕啦。佢哋嘅父親係後來被追封為魏武帝嘅曹操。因為曹操偏愛才高八斗嘅曹植，經常誇讚佢，令到曹丕好妒忌，一直懷恨在心。就係咁樣，曹丕做咗皇帝之後，就故意為難曹植，要佢喺七步之內完成一首詩，否則就要殺咗佢。結果曹植就被逼喺行七步嘅時間內，作咗呢首傳頌千古嘅七步詩。煮豆持作羹，陸氏以為汁。意思係將啲豆煮熟，擠出汁液，準備做湯羹。萁在釜下燃，萁係指豆梗，釜係指湯鍋。豆在釜中泣，豆梗響鍋底下燃燒生火，而啲豆子就響鍋中煮到咕嚕咕嚕亂響，就好似發出哭泣聲一樣。本是同根生，豆梗同啲豆子都係同一棵植物嘅根部生長出嚟嘅，就好似曹植同曹丕係兩兄弟一樣。相煎何太急。曹植呢兩句詩係想婉轉地質問兄長曹丕，既然大家血脈相連，點解用咁殘酷嘅方法迫害佢？哦，原來七步詩係咁嘅意思。咁結果曹丕有冇殺死曹植啊？曹植有冇俾曹丕殺死啊？到底係點樣啫？我都好緊張啊！欲知後事如何，咁就要你哋返古代睇結果啦。兄長，父皇生前成日喺眾人面前誇讚你，我嘅侄兒才高八斗啊，我嘅侄兒詩才敏捷啊，好威風啊！今日我就要考下你呢個曹大才子啊！
我要你7步之內作首詩，作唔到嘅就要死。兄長，何止？煮豆持作羹，六事以為汁，萁在釜下燃。哎呀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弟弟，哥哥，弟弟，哥哥對你唔住啊！